对啦，吼，钱嘛是要咱做对的机会嘛吼。那么咱再来讲这个性，吼，所以这个性呢，吼，我甲你讲的讲，毋是干女性尔，吼，包括一切物质拢属于这个性。啊，这个性是要咱食面的嘛，吼，咱人世间看偌济，咱性，吼，属于分嘛，吼，因为分就是拢看有着嘛，拢看有着，拢代表这个性，吼，啊，这咱嘛是有需要啊，但是咱袂使讲全身拢是咱供养的吼，到尾啊，咱有应该讲的讲法，所有上该是讲，吼，人世间咱只有是当讲曾经拥有，吼，咱再来当亲，你看，咱个句话讲啊，一句柴有八百主，吼，一句柴有八百主是安讲，因为这句柴，咱人生咱人的性命互你爬着尔，吼，啊，这句柴。啊，你看会当轮过几个吼，所以由此我来了解了，啥物物件只是互咱食是拥有的尔，是咱将来会当到的嘛吼。所以讲，咱毋通利用遮尔吼，啊嘛袂使讲因为这个性，吼，咱看即摆的少年人拢追求名牌呢。追求名牌呢，拢怎袂是家己啊？你看即摆，咱去遐趁的无够头前啊！哎，看咱学校内底就是一个，吼，一个太太啊，吼。那么这个太太呢，就是少，还有看有计标，到底是计标无？计标了后，一个贵妇人，啊，这个贵妇人都有影嘛，有钱嘛，啊，逐工都拢啊穿甲水水啊，啊，人讲的穿金戴银安尼吼，啊，伊就看迄个贵妇人吼，还条大的，迄条大的足水呢，啊，伊就是讲吼，即若是我外面在老好吼，那有时间的，叫我要去参加迄会，啊，伊就应该爬起来，这个贵妇人家己收啊，讲，嘿，我看你迄个背足水呢，啊，你敢会当讲吼，我要去用啥？我参加人迄个习俗吼，啊，叫我外者，我3工就回来安尼。啊，这贵妇人嘛，足无爽的，就大个安尼，吼，就会去看吼，啊，这个太太足欢喜的，就外个敢若真水安尼，就去用请，啊，请起来转来安尼，伊就去用的包起来放伫个顶，放伫个迄个桌顶尔吼，结果足歹运的，这个山着插头，啊，一条大的嘛是叫插仔爬去安尼，哦，啊，伊就想讲，哎呀，共笑这条大的，啊，共担。所以就用伊的钱去贷，伊的厝去贷款，吼，啊，去迄个面头遐拍一条项，一条链仔，共款迄个水，共款迄个羽毛衣哦，然后摕去用这个贵妇人。啊，即摆这个贵妇人接到伊的物件吼，伊嘛拢看都无看到，放伫那左边那个书桌上面吼，啊，就伊个拖啊，就放迄个拖啊。吼，啊，这样经过，即摆这个较瘦的这个太太吼，伊就厝摕去贷款，啊，即摆生活
你就要